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号。这一期咱们还得聊新能源汽车，不是咱们非要聊新能源汽车，而是因为新能源汽车最近真的很热闹啊。为什么这么热闹？咱先不说，总之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前几天长城的魏建军他在接受新浪财经采访的时候放了一炮，说汽车圈的恒大已经出现了，只是还没有爆雷。结果这一炮一放，是吧？国内外媒体都在关注，网上也兴起了一个舆论风暴。更重要的是，比亚迪这时候跳出来进行反驳。比亚迪的公关部门负责人说，汽车圈根本就没有什么恒大，他还自我对号入座，说我们比亚迪无论是负债率还是有息负债等等各项指标，那是健康更健康。最后呼吁不要黑咱们汽车行业。双方都是隔空交火，这个事情还没完。余波这个长城的魏建军没有再回应。这个时候，华为的又出来放一炮。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说，华为的余承东暗讽小米车卖爆，但没那么好。这是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华为的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2025年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表示，他在这大会上说大家看到我们从其他行业来的这个公司啊，只做了一款车就卖爆了。虽然它的产品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都已经能卖得很爆，无论它的质量甚至它的智驾能力，这言下之意就是很一般，甚至很差。但是就因为它有强大的品牌能力、流量能力，具体的大家可以看余承东现场演讲的视频，大家看。这是有翻译器是吧？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有人帮我翻译啊？就今天这个我是有人帮我翻译是吧？啊，那我就只有讲嘛哈。这个今天非常高兴啊，有机会这个。咱们这个鸿蒙智行5届聚首在这里，我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咱们这个深圳市人民政府和咱们这个论坛的这个主办方啊，和咱们会议主办方，感谢各位给予的支持，让我们第一次5届聚首，我们第一次4届聚首是在三亚。其实那次聚首的时候，我们还没想到会增加这个第5届啊，这个。今天这个结果，那次聚首的时候，我们认为还只有4届，结果后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这个贾总的这个和各位领导的这种强力的推动下啊，我们又增加了1届。我觉得可能这个也就只能到此截止了，因为我们的能力做2、3个届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做5个届是非常非常难。但是我们看到，其实5个届里的5个厂家都非常非常优秀，说实话。后来想了半天说。一个拳头还真的需要5个手指头握上才有力量，所以这个不可能有6个手指头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到此再次握紧了啊，一起努力干，一起打天下。昨天我们在这里发布了这个尊戒啊，这个呢，因为我给大家给准备了一个 PPT， 我说尊戒这一块是我们这个品牌上攻带领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但是我们想呢，我们今天我给大家报告的一个题目是我们的技术扎到根，生态协同，来帮助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来一起的来。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我们说今天我们借在智能这个汽车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智慧出行啊，这个整个我们说这个出行场景，我们鸿蒙智行就是我们这个华为终端、华为消费者业务。这个全场景战略里面的出行场景的名称就叫鸿蒙智行，就我们出行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场景就是全屋智能智慧家庭的解决方案叫鸿蒙智家，我们办公场景叫鸿蒙办公，我们出行场景叫鸿蒙智行，这是我们的1大场景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的鸿蒙智行的理念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还是非常契合，因为过去我们做汽车行业主要是以这个制造业制造和销售服务为主，这样的产品就卖完以后，这个产品这个生产制造出来，然后就销售服务。但今天走入新的时代，这个我们卖出去的汽车还需要不断的 OTA 升级，产品的迭代更新速度很快，因为我们智能化、电动化时代，这个手机这个像手机一样，这种更新迭代很快。我们的智能电动汽车也进入了像消费电子一样的技术更新迭代非常快的这种状态。像消费品的这种时代，这个式样形式变化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仅需要仅仅有过去的制造然后销售服务，这个汽车就够了，我们还需要
很强大的用户体验的把握的能力，产品定义、产品分析、产品市场定位、定义和设计的能力，还有今天这个进入互联网社交网络时代，我们传统的媒体广告在今天这个时代都不是很 work。大家看到我们从其他行业来的这个公司只做一款车啊就卖爆了，虽然它的产品可能不是那么好，是吧？但是都已经能卖得很爆啊。无论它的质量和它的甚至它的这个自驾能力都很多，但是呢一样的很卖的，就因为它有强大的这种品牌能力、流量能力，就是今年新媒体这个互联网社交网络时代强大的这种营销能力、强大的品牌能力，所以它的一个产品哐就能打爆，是吧？我们做的产品你做的比它还好啊，质量好、体验好、性能好，各方面都好，你还卖不过它，你甚至还卖不过它的零头，是吧？这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呢，这种没办法哈。所以说还新的渠道零售，今天过去我们卖车在 4S 店，今天我们在 shopping mall， 在其他的在互联网在网上卖，所以这个行业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过去我们的汽车的核心技术是发动机、变速箱还有底盘啊，什么三大件啊，车身底盘三大件。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智能化是成为了汽车工业的核心部件，因为发动机基本上被废掉了。我们的增程发动机也支持了那个发电量，它对技术要求难度很低。然后变速箱根本没了，然后它底盘的话，走上数字化以后、智能化以后，它能力也得到极大的提升。像昨天我们发布尊捷 S8，我们底盘性能远远超越了现在售价1000万元的这样的高端车的这种底盘的能力。但是因为它采用了新的技术来实现的，所以在传统的技术，在今天这个走向智能化、电能化、网联化时代，过去的那个武功基本上都被废掉了。所以今天核心技术是智能化的技术、电能化和网联化的技术。所以过去的这个3大样的核心技术，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基本上武功被废的差不多了啊，有新的这个核心能力来替代了。所以今天围绕今天这个时代的能力，我们看到，就华为我们的引望公司，就是我们的华为车 BU， 就我们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它在核心技术方面啊，能够帮助车企在智能化方面，然后我们的华为的数字能源呢，在电能化方面帮助车企，然后华为终端在4G、5G 联网的以及5.5G， 今天6G 啊，将未来这样呢，我在网联化方面帮助车企。但是呢，我们的其他领域上的能力，像新品牌的营销、新渠道的零售、产品定义设计、全场景的生态，就是全场景生态的构筑和用户体验的这种把握，这方面呢，反而我们看到了是很多传统车企所不擅长的地方。但华为过去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华为公司经过过去10几年，是因为我们做华为终端以及华为消费者业务，经过10几年的这种摔趴滚打，可以说踩过很多坑，吃过很多苦头，我们积累了很深厚的一些经验不管是这个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我们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以是来帮助车企在品牌营销、产品定义、产品设计、用户体验把握全场景的生态的构建、新渠道的零售这些能力能帮到车企来构筑这样的能力。只要率先我们把这个能力拿出来，想跟车厂合作的时候，很多大的车厂都看不上我们，看不起我们看不上我们我也感谢这个张星海赛力斯的张星海董事长，他这个有企业家的这种勇气锐气率先选择来跟我们合作。经过几年的积累，问界品牌崛起大卖这样的话就形成了现在高端的王者的地位现在中国真正的高端车的王者，现在目前看还是问界，50万元的第1名是这个 M9， 是中国汽车50万元以上的，就是远远超过了 BBA 的这种市场地位。然后这次问界 M8 上市，又成了40万元以上的销量冠军，绝对王者地位，是吧？这个短短的1个月卖了8万台，我简直疯掉了，而且均价40多万，均价大概41万多，接近42万，是吧？问界 M8 的均价40多万，问界 M9 的这个均价接近55万，问界 M8 的均价是接近42万，41万多。我们有30多万价格的企业，但是消费者买的可是40多万的配置价格，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高端的这种崛起我相信等到这个我们问界的其他系列的型号的迭代更新，都会成为热销的车型这个一路向上势不可挡。
所以我说这个问界就是一个我们开局的第一个的例子啊，一个案例啊。但是呢，我们华为在车领域，我们投入了很大的这个研发投入。我们在智能汽车这个解决方案领域投入了超过1万人，因为我们不仅有引望公司车 BU， 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字能源的智能电动啊这个产品线，还有我们的这个车联网的啊这个视频。就像长城的魏建军一样，华为的余承东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也正像比亚迪的这个公关一样，比亚迪自己对号入座，那小米也不落俗套，也不甘落后，马上就对号入座进行反击。首先是小米的这个高管卢伟斌，他还发了个帖子，发了个微博，他这么说的，他说不论是苏七的卖爆，还是什么 U7 获得比苏七更高的关注和期待，都是以强大的产品力为基础，本着10倍投入做一辆好车的决心，获得千万网友的严选而胜出。还是那句话，小米汽车的成功是小米价值观、小米模式和小米方法论的成功。最后他说，莫言说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这是小米的高管这个疑似是在回应余承东的演讲。这还没有完，接着雷军也发了一个微博，他说2025年5月小米苏七交付量超过28000台，他说我们正在全力为小米与7大规模量产做准备，预计7月份量产。他下面也跟了一句，他说刚学会一句莫言名言，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首先这个莫言到底有没有说过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不太清楚。反正现在网上很多玩梗，这些名言，所谓的名言都是借名人之嘴说。我记得前不久余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网上那些好多说法呀，70%都不是他说的。网上很多说动不动说余华说什么，我以前也说过，莫言也说过。他说好多人写的诗居然也留莫言的名字，说莫言本人在一次酒席上面吃饭的时候遇到，说有一个女士说特别喜欢莫言的诗，他马上给莫言念了一首莫言的诗。莫言说这个诗写的真好，要真是我写的就好了。你说这是多大的讽刺吧？当然这是题外话，莫言到底有没有说过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微博里面最后说上这么一句话，再加上余承东似乎是若有所指，说有个企业刚造车就造了1款车就卖爆了，他那个车质量一般，就这意思啊。那个车按我们的标准，无论是智驾还是车的本身的质量都一般，按照华为质量标准，对吧？有的车厂1台车都不能发货，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质量才是最大的豪华，品质才是最大的豪华。一提智驾，那余承东给人感觉就是暗戳戳的，不就是说小米吗？因为小米这个口碑突然发生变化，因为在3月份安徽铜陵的高速上面，小米汽车发生严重的车祸啊，就跟智驾有关。那余承东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又说了，这个企业啊刚进入汽车行业就卖了1台车卖爆了，那不点名呢，就指向这个小米。完了后面他还加了说这个企业是强大的品牌力和流量，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他所说这个企业啊，靠的是互联网营销，那这不就是呼之欲出了吗？处处都指向了小米，但是他处处他没有提小米，所以这个小米的高管卢伟斌，这个小米的雷军叫隔空回应，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这个汽车圈可以谈得上水浒里面说的叫捉对厮杀。你看看长城跟比亚迪，这可以叫捉对厮杀；华为跟小米，这不也是捉对厮杀吗？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那为什么华为要跟小米捉对厮杀呢？我个人分析供大家参考。经常看我节目的应该知道，我对小米他在造手机的时候我还认为还可以，但他造车以后，我对他就是质疑和这个也不能说批评，反正总是质疑比较多一些。为什么？因为车涉及安全，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小心谨慎。手机你造了一部坏手机出来也无所谓，只要你自己能扛得住，你可以造第2款第3款出来，大家认可。但是你车这玩意，这万一出点事，那都是安全，这都是大事故，都是人命关天。所以小米造手机的时候，我对他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雷军还是小米公司啊，都还是不错的，也代表了中国的制造业。但是他从造汽车开始，我就比较警惕。那华为我比较少去评论它，为什么呢？因为华为的水军很厉害。我刚才说了，为什么华为要跟小米捉对厮杀？因为他们是同行中的同行，他们俩本质上是同一类型公司，他们俩本质上都是精于互联网营销，
他们俩人还高度类似的地方都有一批死忠粉的，这米粉也很厉害啊，双方粉丝都有饭圈化的这种趋势。我说两句小米汽车什么，下面很多人留言说小米汽车怎么着，就是这种。我以前就一直有个观点，这些企业以后要倒霉，要走背字，要走下坡路。归根结底，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死忠粉叛变，叫反噬，最后倒霉就要倒霉在这些死忠粉上面，因为他的批评容不得别人去质疑，批评和质疑才会让一个企业走得更远。当然了，你不能抹黑，这是两码事。你抹黑，你得付出法律的代价。你造手机，无论是华为造手机还是小米造手机，你们随便吹，反正我不买，或者我觉得挺便宜的，适合我，我就买，就这么简单。但是车不一样，所以在我看来，为什么华为跟小米要捉对厮杀呢？因为他们太多的相同，他们不仅是同行，他们甚至有点像是本家呀。碰到互联网营销，一场恶战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虽然余承东他没有点名，那小米也是马上就自动对号入座，你说的就是我，双方是心有灵犀，不点通，心照不宣。对于余承东说的这些话，我认可不认可？有的我是不认可的。那比如说他小米刚进入造车这个行业，这个说法不太好。也就是说，哪个企业造汽车的行业，老牌的100年企业或者是10几年的企业，你都是从造第一台车开始的，没有哪个汽车厂商说天生下来就会造车。华为自己不也是从第一辆车造起吗？华为以前造过车吗？特别也是半路出家嘛，所以你不能拿说从其他行业来的说小米，好像搞得别的人没有资格做汽车一样。只要它的质量过关，它能牢牢的严守这个行业标准、质量标准。那特斯拉它也不是一生下来就造汽车啊，也是从第一台造起。但是余承东总结的小米成功经验，那也是非常准的，靠的就是小米营销能力、品牌能力，靠的就是互联网社交网络时代，靠的就是流量。老规矩，我们还是要聊一聊为什么汽车行业里面现在是捉对厮杀。说来说去也不是他们闲得慌，也不是说他们就刻意的说造噱头吸引流量。我这个时候我倒是认为主要是大环境变了。什么大环境变了？也就是说现在内卷加剧，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压力越来越大。这个乘联会公布的，现在汽车库存是300多万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现在我们整个汽车的产能一个月是多少？我们现在一个月生产多少辆汽车？也就是产能大量的还富裕，闲在那儿就这样的产能，你生产出来的汽车你还卖不掉，即便你玩了0公里20车，还造成大量的积压。这就是大环境、大背景。你汽车出口，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现在都开始加关税，也是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个汽车厂商开始祭起价格屠刀，先来一轮价格战，不行再来一轮卷价格，卷完价格卷别的。所以可以说，所有的汽车厂商面临的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是要肉搏战的。这玩意不是请客吃饭一步，你稍微一步不行，你就步步落后，你就要关门，就要倒闭。这个是非常残酷的。现在已经进入淘汰赛了，不是排位赛，胜者为王，对吧？失败的那个就是关门。现在是老大老二在混战，你说老四要不要跟？老四跟不跟？反正最后的肯定是要倒闭的，所以压力就是这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无所不用其极，各自找一个对手打，互相咬。当然了，对消费者来说，如果你真的想买车，这些厂商之间互相博弈、互相斗，那是好事，不是坏事。对消费者啊，就他们斗得越激烈，他们竞争的越激烈，消费者越得意。但是对汽车产业来说，那就未必是那么回事了。首先是主管部门坐不住了，中国各行各业普遍存在内卷式价格厮杀战。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5月底再掀价格战。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和汽车工业协会星期六，也就是5月31号齐声表态反对无序价格战。工信部更表明将加大整治力度，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中汽协则指出，内卷式竞争导致行业盈利水平下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把产业发展带入恶性循环。中国产业陷入价格战恶性循环，早引起中国官方注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今年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车企不能短视，不能只想着在国内市场把对手打趴下，忽视了在全球市场跟外企竞争。如果一味在价格上竞争，就难有足够利润去投入在研发经费上，后面的路肯定难走，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车企在技术上超越，人家
家都是虎视眈眈。中汽协还不点名批评，某车企自5月23日以来率先发起大幅降价活动，多家企业跟进效仿，引发新一轮价格战恐慌。这一次又是不点名的说，但是说从5月23号开始的价格战，那让人又认为你这就是不点名的说比亚迪，因为比亚迪在5月23号宣布22款车型在6月底之前降价，降幅介于10%到34%，引爆新一轮市场价格战。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包括吉利、奇瑞，短短1周内就有10个汽车品牌宣布降价。根据财经网报道，中国国内汽车市场价格战自2023年启动，各大车企不得不跟进，否则只能坐视市场份额不断丢失。尽管守住市场份额，但从盈利情况来看，中国汽车市场仍哀鸿遍野。2025年第一季度单车利润进一步降至人民币13000元，也就是卖辆车企能赚13000。价格战没有赢家，更没有未来。中国工信部星期六发声强调，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行业协会，对吧，都明确表态反对价格战，要整治。但这管用吗？你产能在那摆着的，你的消化能力也在那摆着，供需失调，那你不让人打价格战，那难道你去买吗？你不让打价格战，不就是跟房地产行业一样吗？恒大一爆雷以后，各个地方政府是不是不允许房子降价？大家还记得吧？那房子有备案价，对吧？你的备案价是1万，那你最低价就是9500，你不能低于9500，在备案价上下浮动几个点。你要一开发商私自降价或者搞什么优惠促销，那住建局就找你，你叫扰乱市场。天天看节目的知道吧？有用吗？最后行业是什么个情况？管了3年4年，现在老老实实放开。这个央企中海在南京直接打6折，这就是向市场低头。你帮人家价，你帮人家车买了，人家投资那么多钱，产能在哪儿？产能如果不能利用，那个钱投资怎么回来？银行利息怎么付？人家要开足马力生产，越开足马力生产，它成本越低，成本越低，它越有资格就打价格战。你看，这就是比亚迪为什么玩命的卷，它的销量那么大，它就是叫连锁反应，一环套一环嘛。你的产能越不能得到有效利润，那你的综合的车成本就高，你成本越高，你利润越低，更在市场上活不下去。你看，它就形成这么一个闭环。所以你看，行业协会，你主管部门，你不让人家打价格战，那行，人家就想辙，只能是变相。所以说，为什么咱们汽车行业这么卷，根本还是供需失衡。供需失衡实际上就是2个方面，一个是你的产业的投资太大，富裕产能太多，对应的房地产里面就是你盖的房子太多了，密密麻麻，人均2套，那你往哪儿卖啊？这是第一个，是产能太大。第二个就是买车的人少了，我们自己消化不了。如果一个人买2辆车，那现在大家经济环境不好，收入在下降，我为什么买2辆车？我连1辆车我都不想买。所以你看，这个就导致供需失衡嘛，那只好把产能往国外转移。供需失衡是价格战原因之一，那价格战的原因之二，大家都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就没有什么技术壁垒。造车就是一大抄，余承东说的某些车企，第一次造车他学的就是保时捷，把人家壳一抄。虽然这些车企都有什么技术投入、专利什么乱七八糟的，但那些东西它不是大冰箱就是大彩电，要么就大沙发，要么就是隐藏式门把手，这些东西华而不实。每个车企都没有自己的特色，杀手锏就是卷价格、上规模。那你说对吧？你上规模最后就是卷价格。如果你有独特的技术，你比如说我的支架就是好，你不能不服。或者我的汽车安全性就是好，以100公里这个时速撞上去它都不会起火等等。如果你跟别人特色跟别人技术拉开距离，你就不用降价，消费者喜欢你他就得买单。就好比苹果手机嘛，为什么苹果手机把手机行业的利润80%都赚走了呢？同质化竞争太严重，你只能打价格战。所以说不管怎么说，最近汽车圈比较热闹，一浪接一浪，反映的都是竞争压力大，环境变化大，很多厂商嗅到了危险的到来，嗅到了死亡气息，似乎看到了消费者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断崖式下跌，突然消失，那突然就没了，突然人不消费了，那你说对厂商来说压力有多大？这个钱刚投下去，汽车圈越来越热闹，预示一场暴风雨正在临近。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